謝霆鋒前膝下跪拍之，我錯啦，我們復婚吧。王菲門外哭到撕心裂肺，那我以後怎麼辦呢？在娛樂圈這個永遠不缺話題的舞台上，一則謝霆鋒兩人前膝下跪拍之，我錯啦，我們復婚吧。王菲門外哭到撕心裂肺，那我以後怎麼辦呢？的消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，瞬間在網絡上炸開了窩。這則消息帶着強烈的戲劇性和情感衝突，迅速吸引了無數網友的目光，成為了大家茶餘飯後的熱門談資。從消息的描述來看，充滿了誇張和煽情的元素。兩人單膝下跪這樣的場景，讓人聯想到一場盛大而莊重的求婚儀式。只不過這裏求的是復婚，拍之，我錯啦，我們復婚吧。直白而又充滿悔意的表白，似乎在訴說着一段曾經破碎又渴望修復的感情。王菲門外哭到撕心裂肺，那我以後怎麼辦呢？則將另一位當事人王菲置於了一個無比可憐和尷尬的境地，進一步加劇了這場情感鬧劇的戲劇性。謠言傳播，多方助推的狂歡盛宴，媒體逐利，流量至上的惡性循環。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流量成為了媒體生存和發展的關鍵。一些不良媒體為了吸引眼球，獲取點擊量，不惜拋棄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原則，對這類未經證實的謠言進行大肆報導和渲染。他們使用誇張的標題、煽動性的語言，將這則謠言包裝得極具吸引力，誘導讀者點擊閱讀。例如，一些媒體可能會在標題上使用驚爆、謝霆鋒下跪求復婚、王菲崩潰大哭等字樣，吸引讀者的好奇心。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，不僅加劇了謠言的傳播速度和範圍，也對謝霆鋒、張柏芝和王菲的形象造成了極大的損害。網友跟風、獵奇心理與從眾行為的交織，除了媒體的推波助瀾，廣大網友的跟風傳播也是謠言迅速擴散的重要原因。在社交媒體時代，信息傳播的速度極快，一條消息可以在短時間內傳遍整個網絡。部分網友缺乏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，在看到這則看似勁爆的消息後，沒有進行任何核實就盲目轉發和評論。他們或是出於獵奇心理，想要了解明星之間的情感糾葛，或是出於從眾行為，看到別人都在討論，自己也忍不住參與其中。這種盲目跟風的行為，使得謠言的影響力不斷擴大，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。真相探尋，撥開謠言的迷霧。謝霆鋒與張柏芝過往感情的理性審視。謝霆鋒和張柏芝曾經有過一段婚姻，他們育有兩個可愛的兒子，曾經也是娛樂圈令人羨慕的一對夫妻。然而，由於種種原因，他們的婚姻最終走向了破裂。離婚後，兩人都各自開始了新的生活。謝霆鋒與王菲復合，而張柏芝則專注於照顧孩子和自己的事業。從他們的過往經歷來看，雖然曾經有過感情，但離婚後雙方都表現得比較成熟和理智。謝霆鋒在接受採訪時也曾表示，他和張柏芝會共同撫養孩子，但感情方面已經成為了過去式。因此，從理性的角度分析，謝霆鋒突然下跪求復婚的可能性極小。這很可能是謠言編造者為了製造話題、吸引眼球而憑空想象出來的情節。王菲與謝霆鋒堅定感情的現實寫照。王菲和謝霆鋒的感情一直備受關注，他們經歷了分分合合，最終又走到了一起。在這段感情中，他們表現得非常低調和堅定，他們不會輕易被外界的輿論所左右，
也不會因為一些無端的謠言而改變自己的感情選擇。王菲是一個特立獨行、追求自由的女性，她在感情方面有着自己獨特的見解和態度。她不會因為謝霆鋒和張柏芝的過去而患得患失，也不會因為這則謠言而崩潰大哭。謝霆鋒也是一個成熟、有擔當的男人，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，會珍惜和王菲之間的感情。因此，所謂王菲門外哭到撕心裂肺的情節，完全是不符合事實的虛構，事件現場的合理推測。結合謝霆鋒、張柏芝和王菲的實際情況，我們可以合理推測，這則謠言所描述的事件現場根本不存在。謝霆鋒不可能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向張柏芝下跪求復婚，王菲也不會因為這樣毫無根據的謠言而情緒失控。這很可能是謠言編造者利用了公眾對明星感情生活的好奇心，編造出了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，以達到吸引眼球的目的。謠言危害對明星和社會的雙重衝擊，對明星形象的嚴重損害。這則謠言對謝霆鋒、張柏芝和王菲的形象造成了極大的損害。謝霆鋒被描繪成一個優柔寡斷、反覆無常的男人，一會兒和王菲復合，一會兒又求張柏芝復婚，嚴重破壞了他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。張柏芝則被置於了一個尷尬的境地，仿佛成為了謝霆鋒感情糾葛中的備胎。王菲更是被塑造成了一個可憐兮兮、失去依靠的女人，這與她一貫的獨立、灑脫形象大相徑庭。這種不實的報道不僅影響了他們的個人聲譽，也對他們的事業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，對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。這類謠言的傳播還會對社會風氣產生不良影響，它誤導了公眾的認知，讓人們對娛樂圈產生更多的誤解和偏見。同時，它也助長了網絡上的不良風氣，鼓勵了一些人為了追求流量和關注度而不擇手段地編造謠言、傳播虛假信息。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網絡環境的健康和秩序，也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。如果這種不良風氣得不到及時壓制，將會導致更多的人盲目相信和傳播謠言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。應對策略：多方合力抵制謠言傳播。明星積極維權，用法律武器捍衛權益。面對這類惡意謠言，明星們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。他們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對造謠者進行起訴，要求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。例如，明星可以委託律師發出律師函，要求造謠者停止侵權行為並公開道歉。如果造謠者的行為構成了犯罪，明星還可以向公安機關報案，追究其刑事責任。通過法律手段，不僅可以讓造謠者受到應有的懲罰，也可以起到震懾作用，減少類似謠言的發生。媒體加強自律，堅守新聞職業道德底線。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，應該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。他們應該嚴格遵守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原則，對所報道的信息進行嚴格的核實和審查，避免傳播未經證實的謠言。同時，媒體也應該加強對自身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，提高他們的職業素養和責任意識，杜絕為了追求流量而編造虛假新聞的行為。媒體可以通過建立內部審核機制，加強對新聞來源的審查等方式，確保所傳播的信息真實可靠。網友理性對待，提高辨別是非能力。廣大網友也應該提高自身的辨別是非能力，保持理性和冷靜的態度。在面對網絡上的各種信息時，
不要盲目相信和轉發，要學會獨立思考、分析判斷。對於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，要多方求證，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後再進行傳播。同時，網友們也應該積極參與到抵制謠言的行動中來，對造謠者進行舉報和譴責，共同維護網絡環境的健康和秩序。例如，網友可以在看到謠言時，及時向相關平台舉報，或者在網絡上發表理性的評論，揭露謠言的虛假性。謝霆鋒兩人擅失夏季求復婚，王菲門外哭到撕心裂肺，這則謠言是一場毫無根據的惡意鬧劇。我們應該認清謠言的本質，不被其虛假表象所迷惑。通過明星積極維權、媒體加強自律和網友理性對待等多方合力，共同抵制謠言的傳播，營造一個健康、和諧、真實的網絡環境和社會氛圍，讓明星們能在清朗的環境中繼續為我們帶來優秀的作品，讓大眾能獲取真實有價值的訊息，讓社會在理性與和諧中不斷向前發展。